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讲合吧》，我是明珠。今日呢，带大家来到关西亚岛尾的头摆啊，是一个早茶的台中头。故说呢，来到这边一定要喝一杯关西出产的好茶，来到岛尾的茶行，请阿来你看到哦。你看手工陶厉害了。 看起来很像木头，很像竹子，全部都是陶制品哎，太厉害！老板，你好，我是明珠。明珠啊，来，分享来坐啊！分享。到关西亚岛尾的头摆是一个出茶的台镇，所以现在泡这一杯茶就是关西茶吗？关西自家种的，自家种的芽茶。啊哈，来到茶红低度，一定要先跟像我们现在，来式茶，来式杯茶。刚才呢教到观众朋友这句话就是来喝茶就是来式茶，来式茶，没错。老板，我发现哦，你这边每一个艺术作品啊，都有去给它故事，有去给它故都这样吼。就是天山里的美，通常都50年前就会加装的。还古董的哦。也算半古董的，也没算半古董的，也没半古董。也没半古董。对。老板，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任务在，还要再教各位观众朋友讲一句客家话，一整句的。这句话中文就是有空来喝茶，西烟呢？西贡在这样的有喊来式茶，没错。所以呢，我们也用这一个是我们关西这边的野茶，对不对？再来好好的来教观众一下这句话，就是叫做有喊来式茶，谢谢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有没有发现赖老师他不单是一个艺术家，更是完完整整的生活体验家？我们今天跟赖老师呢学了许多新的词，在这边明珠带大家复习一遍哦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茶行，茶行，茶行。第二个呢就是来喝茶，来式茶，来式茶。第三个就是有空来喝茶。有喊来式茶，有喊来式茶，有空也去找老师泡杯茶，体验一下生活吧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